各位觀眾朋友，又想望江景樓，又想性價比高，又想樓下有晒所有嘅配套，望過嚟啦！今集一定唔會介紹錯。Hello， 歡迎收睇怡景致美麗家頻道，我係 Simon。咁 Simon 今日嚟到我哋南部，亦都係可以直線一線無敵江景樓啦。咁今日拍呢條樓盤咧，就叫做山水印象嘅。咁佢現時嘅特價單位單價咧為到7000幾蚊一平方嘅現樓狀態嘅，即賣基本上叫做即交樓，因為我哋係無批交付嘅，可以讓你自己點樣去裝修翻你自己喜愛個風格啦。因為我哋現時賣緊兩個積嘅，一個96平方嘅3房2廳2衛嘅，再有一個咧就係116平方嘅4房2廳2衛南北對流雙露台個戶型。而且我哋03戶型亦都係我哋116平方嘅無敵一線光景啊，非常之靚嘅。再加上我哋嘅超級無敵大平層，因為個兩套98平方直接打通埋一齊嘅，所以去到8米嘅大橫廳，而且總 total 係140萬嘅200平方嘅大平層。咁樣嘅戶型，你中唔中意？中意嘅記得睇落去。而且我哋屋苑樓下咧就自帶商場。所有嘅餐飲啦、飲啤酒嘅啦，或者棋牌室啦，或者按摩嘅都有埋嘅，電影院都有埋嘅啦。咁喺我哋萬益廣場對面呢個位置咧，就有一條嘅美食街，包括個中餐飲啦、西餐啦，或者我哋嘅重慶火鍋啊咁樣，全部喺呢一條街上嘅，總有一個食品啱我哋鏡頭前嘅朋友嘅。再喺我哋萬益廣場步行前面5分鐘，即可到達我哋嘅板湖1+1，亦都係商業呢一個片區之中最大嘅商場，入邊應有盡有嘅商品全部齊晒嘅。咁我哋呢個印象山水呢個地理位置亦都非常之方便嘅。我哋樓下咧有一棟公營配套，後期交俾政府去招商引資，或者可做嚟寫字樓啊，甚至辦公啊咁樣嘅。喺公園配套嘅樓下咧，就有直通巴士往返香港嘅，票價120蚊，即可到達香港嘅荃灣、太子、旺角呢啲地方嘅。咁喺我哋屋企門口左右兩邊各一條嘅高速公路，可以快速咁樣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僅需要25到27分鐘嘅，或者去我哋嘅港深北上，甚至粵西地方，亦都非常之方便嘅，5分鐘即可到達2條高速嘅出入口，亦都非常之方便㗎。喺我左手邊呢個位置咧，揸車20分鐘可以到達中山嘅市中心，同埋可以到達珠海嘅市中心，可以放返2個城市嘅商務啦、商場啦、食飯睇戲都 OK 嘅。咁呢一個屋苑現時特惠促銷活動嘅話，僅需要7000幾蚊一平方嘅。事不宜遲，我哋一齊睇睇佢嘅無敵江景樓係點樣嘅。Let's go！好，咁我哋而家到咗10棟嘅實景單位，咁我哋總層高係31層高嘅，現時喺30樓嘅位置啦。咁啊，所有視野同埋景觀朝向望到嘅就係同我哋11棟一模一樣嘅戶型間隔啦，同埋個視野嘅。咁我哋咧就2梯4伙啊。咁呢兩戶咧就係98平方嘅3房2廳2衛嘅戶型，而且開發商現時攞呢兩套打通咗一齊打包賣嘅，咁所以就變咗一個超級無敵嘅大平層啦。咁啊入到嚟咧，咁後期呢兩個門你可以自己改翻一個超大嘅一個子母門嘅。入到嚟之後，可以見到我哋呢一間8米嘅大橫廳，超級無敵大個客廳啦。嗱，呢啲咪就係叫做超級無敵大平層咯。兩套98平方打通為一套嘅，咁呢個客廳嘅位置夠唔夠？話晒咧，夠唔夠大啊？咁啊，再出到嚟我哋露台，因為呢間屋主要嘅景觀就喺呢個位置，成間屋嘅精華就喺呢個位置。嗱，坐住喺呢張台，望出去出面嘅景觀視野，可以盡收眼底嘅就係我哋嘅公園景啦，江景啦，前面冇任何遮擋嘅山景啦，全部盡收眼底嘅。嗱 ，Simon 再同大家一一咁介紹下，前面就係我哋嘅濕地公園，再濕地公園隔離咧就係兒童樂園，兒童樂園再過去咧就係室內嘅羽毛球場同埋籃球場，
再過去前面個空地，即係我哋普羅旺斯個別墅出面嗰度咧，有6個籃球場、6個羽毛球場、6個乒乓球場，所以呢啲全部免費供俾我哋嘅市民業主去使用嘅。咁而且呢個景觀視野咧，永久嘅啊，永久都唔需要收錢，同埋呢個景觀視野後期唔會起樓嘅，就係所以叫永久。呢度望過去就係我哋嘅板湖大橋，板湖大橋望過去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中山重要嘅一個產業園。呢一個產業園入邊咧有幾所嘅上市公司喺呢度設立公司，同埋喺度開設緊廠嘅。入邊全部做我哋啲機械人嘅手臂啊，全部做嗰啲輕工業，冇任何重工業嘅。因為你一眼望過去就係冇任何煙通嘅位置咧，一定唔會有重工業嘅。好，再講翻我哋呢間屋先。呢個露台8米長嘅露台，咁如果假如你中意封窗嘅話咧，可以將呢一邊封埋佢啊，咁啊打通成個客廳，打通出去，咁啊景觀視野咧就非常之靚噶啦，而且呢個客廳亦都夠晒氣派嘅。咁我哋呢兩間98平方打通之後咧，足足有200平方。原先咧就3房2廳2衛，打通之後咧，我哋只係保留翻3間房，2間客房同埋1間主人房啊。首先睇下我哋呢細房先，後期可以喺呢度間翻，呢度有間房啦。咁啊喺呢個位置亦都有一間套房啦。總共呢邊有2間套房，因為我哋呢個位置有個廁所噶嘛，啊可以呢個廁所留翻俾呢一間房嘅，喺呢度間翻之後咧，呢間房亦都有個廁所，所以咧就呢邊有2個套房，而且呢度仲可以做埋一間房嘅，因為呢度以陽台佈建一半，贈送一半嘅位置，270大飄窗嘅位置啦。咁你後期可以將呢間房可以保留房又得，或者唔做房，直接攞大其他間房，完全冇問題。可以3房，可以2房呢邊。再過到嚟呢邊，睇翻我哋嘅無敵嘅大總統套房。嗱，呢啲咪就係叫做大平層咯，差唔多一間80平方嘅一間房，夠唔夠大啊？咁後期呢個位置係間廁所又得啦，你唔要呢個做廁所嘅位置嘅話咧，咁你又可以喺呢個位置整翻一個活動空間嘅，或者放一個大浴缸喺呢個位置，望住出面嘅景觀，270度嘅飄窗位置，哇！諗都開心啊！冇話講自己有冇咁嘅大樓啦。咁如果真係呢種大平層俾你自己，你會點樣設計咧？如果呢一個超級無敵大平層，有興趣嘅喺右上角聯繫翻 Simon 直接帶你過嚟你現場，或者我哋直接帶埋我哋公司嘅設計師過嚟到現場，幫你去 design 翻你自己心意嘅設計啦，或者風格啦，甚至你理想嘅家，亦都可以幫你去設計出嚟嘅。咁呢一個2套98平方打通之後，總 total 140萬，即可擁有200平方嘅樓。咁呢一種嘅話，後期裝修就睇翻你自己去攞邊一種裝修風格啦啊！因為裝修豐儉由人嘅，睇翻你自己去點樣去 design 嘅啦。如果有興趣嘅，記得右上角聯繫翻 Simon。OK， 咁我哋再睇埋03戶型純望光嘅戶型，咁佢嘅4房單位係點樣嘅先 ？Let's go。好，咁我哋而家到咗4房嘅116平方呢度啦。咁喺電梯口入到嚟之後咧，呢個位置會有條連廊嘅。咁呢條連廊咧，後期交俾大家去裝修嘅時候咧，咁可以喺呢度適當咁樣做翻個玻璃，既可以遮風擋雨，又屋業主翻屋企嘅時候唔會俾雨揼透嘅。其實呢一個方案其實都比較 OK 㗎啊！入到嚟之後咧，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交樓標準嘅入戶大門。咁佢個木門啊，同埋4合一嘅指紋鎖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咁入到嚟之後咧，咁佢門後面呢個位置咧就會預留翻一個俾你去做翻鞋櫃同埋收納櫃嘅後面啦位置啦。咁再入到嚟呢個位置咧就會以陽台贈送一半嘅一間房嘅。咁呢間房咧你可以做翻個書房或者多功能房，完全冇問題嘅，因為我哋有4間房啊嘛。咁啊再入到嚟呢邊就南北對流雙露台嘅客廳啦。咁呢個開間咧就有3.6米嘅開間嘅，亦都非常之寬闊嘅。
現時睇到嘅景觀視野就係我哋購買嗰時所見到嘅景觀視野，因為10棟同11棟咧兩棟樓平排嘅，只不過將個景觀移過去少少，17、11棟嘅景觀望出嘅視野咧會更加嘅正嘅。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露台3摺疊嘅推拉門啊，打開之後咧，佢呢個通風採光效果亦都非常之豐富㗎啊！咁啊出到嚟同樣3.6米嘅露台，加呢個位置有1.8米嘅闊度。因為我哋露台贈送一半㗎嘛，如果中意封窗嗰條朋友仔咧，將呢個封埋佢，將個客廳騰出嚟，其實呢個開間咧會更加嘅寬闊，而且大家望出去景觀非常之 very good 嘅，望出去可以望到我哋嘅中山武昌河景啦，旗江河景，同埋我哋對面呢一塊咧，全部都係中山重點打造嘅產業園，入邊全部做機器人嘅手臂啊，同埋輕工業嘅，因為中山目前嚟講冇任何嘅重工業嘅，大家可以望到一眼望佢冇任何嘅大煙通啊咁樣喺度排緊煙嘅。喺呢條橋過去5分鐘即可到達我哋嘅西環高速嘅出入口，可以去到粵西地方啊，或者港深北上，非常之方便嘅。咁啊，再喺我哋樓下咧有埋我哋嘅濕地公園啦，同埋我哋嘅運動場所啦，兒童樂園啦。再有我哋嘅缸啊，即係釣魚嘅缸啊，同埋嗰啲所有小朋友玩嘅機動遊戲，全部喺我哋樓下嘅。而且隔離會有一個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都係免費供俾我哋嘅市民業主使用嘅。咁亦都非常之方便啦，呢個位置無可否認嘅。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就嚟到我哋嘅飯廳啦。開間3米可以放圓台、長方形台喺呢邊做翻一個餐邊櫃，亦都非常之寬闊嘅。咁啊，再過到嚟我哋廚房 L 型嘅廚房，亦都比較市正，同埋使用起身嚟亦都非常之方便。而且呢個位置有個大明窗可以擺個洗手台喺呢度，喺呢度洗下碗、洗下菜，望出面嘅景觀，亦都非常之寫意嘅。咁啊，再過到嚟，哇，真係好大風啊！再過到嚟我哋嘅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同樣都係3米長嘅，而且有1.2米嘅闊度。咁望出去咧，望到我哋自己個屋苑啦，同埋自身嘅一個內園景觀。再望出去咧，望到我哋嘅山景咧，同埋望到其他樓盤嘅一個即係比較遠少少嘅咁呢個景觀視野嚟講，可能就冇我哋嘅主露台咁正啦，因為呢個位置只可以俾你攞嚟晾衣服使用嘅。咁啊，再睇翻我哋靜區一入到嚟左手邊呢個位置有一間房，呢間房亦都非常之大嘅，可以設為長輩房啦，放個6尺嘅床、衣櫃，咁啊大飄窗嘅位置望出嘅景觀視野亦都非常之正嘅，江景山景盡收眼底啊！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就洗手間位置啦。咁現時咧就設立咗個洗手間位置，咁後期裝修好之後咧，呢個洗手間亦都非常之 OK 嘅再過到嚟呢邊。以陽台佈建一半窗後期要自己封翻嘅。咁呢個房嘅話咧，你可以設立翻為一間房又好，或者多功能房都得嘅。咁望出去景觀視野270度嘅開闊嘅窗望出去亦都非常之靚仔㗎冇任何嘅遮擋嘛。OK， 再過嚟我哋嘅主人房。咁一入到嚟咧，呢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套廁嘅洗手間嚟嘅。後期裝修好之後咧，亦都非常之明亮同寬闊。呢個位置可以放張6尺嘅大床，衣櫃亦都非常之大㗎啦，三邊落床完全冇問題嘅。飄窗嘅位置可以坐住喺呢度望出我哋嘅出面嘅景觀視野。哇！呢個 view 真係正，可以咁講喺中山目前為數不多嘅江景房之中，咁呢一個嘅景觀視野同埋佢價格嚟講咧，亦都非常之性價比嘅。何謂性價比咧？呢套房116平方4房望江景單位 ，total 落嚟先係70零萬，你冇聽錯，真係75萬有交易。咁呢一間房，咁我講嘅裝修抌個20萬落去，亦都非常之靚㗎啦係因為喺我哋國內嚟講，裝修確實真係唔值好多錢嘅。咁你放個20萬落去嘅話 ，total 先係95萬，100萬有找，可以望到無敵嘅光景。樓下就有現有嘅商場、
美食街、濕地公園、球場、羽毛球場、江景甚至5分鐘可以到達2條嘅高速口，可以往返香港，甚至廣深北上或者去到粵西陽光望明湛江，亦都非常之方便㗎。咁喺我哋樓下咧，亦都仲有直通巴士，可以直接返到香港或者去到關閘嘅，咁亦都非常之方便嘅，票價為到120蚊，即可到達香港嘅。咁樣嘅屋苑，咁樣嘅地理位置環境，而且咁嘅價格喺中山嚟講，真係為數不多㗎啦。如果對我哋呢個山水印象嘅大平層又好啦，或者03戶型嘅無敵江景嘅戶型有興趣嘅話咧，右上角聯繫翻 Simon， 或者直接 WhatsApp Simon 參加我哋嘅睇樓團，嚟到我哋嘅實地考察翻周邊嘅環境，睇翻我哋嘅戶型間隔，呢個景觀視野啱唔啱大家嘅？OK，咁今日節目就拍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